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莅临印北康嘎珠佛学院落成典礼；欧洲佛教联盟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干涉藏传佛教事务；副议长会见加拿大网络安全分析组织0点首席执行官。印度外交记者协会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达赖喇嘛尊者祝贺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成立40周年。印度国民志愿服务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日本希望之火代表团访问驻台办事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三，9月27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因印北扎西囧康嘎珠佛学院的祈请，莅临该寺新建佛学院的落成开光典礼，并向信众传授了修心八颂。达赖喇嘛尊者在传法之前给予开示指出，尽管藏传佛教一直受到中国当局的牢牢管控，但藏人的民族尊严与勇气，以及对佛法的虔诚信仰，使佛法能够在西藏延续至今。尊者补充道，而如今不仅仅是藏人，也有许多中国人与外国人开始关注藏传佛教。那兰陀的经典传承，其因记载着有关情绪运作的无二知识，吸引了大批科学界与心理学界的人士。藏传佛教也因此成为了许多非佛教国家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尊者同时指出了佛法中菩提心与空正见的重要性，强调善待他人、发展爱他心，能够使人的内心回归平静，睡眠也会安稳。反之，贪嗔痴只会轻视人的内心。世界上的大多数战争也都是因爱我执与自私而起。尊者强调，实践慈悲心与空正见，既是身心健康的关键因素，也是造就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另外，欧洲佛教联盟于9月24号举行年度大会，并在会上通过的一份声明中，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干涉藏传佛教事务。欧洲佛教联盟的声明中提到，寻找和任命达赖喇嘛尊者在内的西藏高僧的转世灵统，是西藏人民和甘丹颇章的特权，应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进行。欧洲佛教联盟还敦促国际社会不要承认中国当局任命的任何转世高僧。欧洲佛教联盟还呼吁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恢复对话，以解决藏中冲突。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真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并赞赏欧洲佛教联盟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景。本周二，9月26号，设立于加拿大的网络安全分析组织0点的首席执行官拉法尔·霍金斯基访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向拉法尔先生介绍了西藏人民议会的演变、组成和运作情况后，双方就网络数字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拉法尔先生向副议长卓玛次仁介绍了为保护西藏文化、语言和身份，以及继续推动这一项目，建立和维护藏人行政中央的网络数字安全的重要性。此外，当天印度外交记者协会的记者代表团也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受到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的欢迎。卓玛次仁女士向到访的记者们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境内藏人遭受中共任意拘留、残酷毒打、非法判刑，以及拘押期间遭受毒打致死等暴行仍在西藏普遍存在，但他们仍继续以和平抵抗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真实诉求等情况。
卓玛次仁女士强调，以印度媒体为首的各国媒体记者需更多报道有关西藏境内的当前局势。此外，设立在瑞士苏黎世州的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于9月23号庆祝该协会成立40周年。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对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成立以来为推动西藏自由事业而做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表示，瑞士自1960年以来一直在向流亡藏人提供庇护。尊者感谢瑞士政府和人民对西藏人民的慷慨帮助与支持。瑞士西藏友好协会成立于1983年，旨在声援西藏人民，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该协会是历史最悠久的支持西藏团体之一。此外，本周六9月23号，印度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印度佛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数十位成员代表团访问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受到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的欢迎。在与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的交流中，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代表们听取了关于流亡藏人民主的演变、西藏人民议会的组成和运作，以及藏人行政中央为解决藏中冲突所秉持的目标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执政政策。副议长卓玛次仁女士对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表达了感谢，并呼吁他们将西藏的信息传播到印度各个地区。请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远藤良子率领的日本希望之火代表团于9月22号访问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并表示此次访问的目的是讨论该代表团即将在台湾展开的各项活动详情。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以及台湾藏人福利协会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一同接待了来访的代表团。代表格桑坚参向代表团介绍了办事处的日常工作情况和职责。与会的远藤良子也回顾了代表团去年访问达兰萨拉觐见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层的经历。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